為咗尋求刺激去咗緬甸玩，爭啲俾人捉咗。10秒鐘之內每講出一篇中文 DSE 範文就有10蚊。乜嘢範文？念奴嬌、六國論、可論相如、如有所欲。啱咗4篇啦，有40蚊嘅。星星慢，逍遙遊，講嘢。詩說，如有所欲啊。你哋答啱5題會有50蚊嘅。勸學詩說，旅人兩考論君子，念可論相如，只得西山二遊記。恭喜你有50蚊。你哋考完 DSE 之後有冇做過啲咩瘋狂嘅嘢？瘋狂瞓48個鐘，3日打機唔瞓覺。之前就今晚去咗 Grab Trip 啦，為咗尋求刺激去咗緬甸玩，爭啲俾人捉咗。嗰個時候搭的士，佢喺度掠我水，爭啲俾唔夠錢俾人捉走咗。咁恐係怖。好恐怖，真係好恐怖。所以奉勸大家唔好去緬甸，千祈唔好尋求刺激。咁你哋有冇去到 grad trip 啊？有去韓國咯。我本身諗住去芬蘭嘅，但係冇錢啊，所以冇去到。冇錢唔緊要啊，我哋可以賣咗啲書，咁就有錢啦。放晒啲書最多可以賺到1000蚊㗎。嚟緊6月1號3點至5點，中大書店喺明道教育中心會有買賣書嘅活動，可以用好優惠嘅價錢買書，仲可以放到好價錢添。